好啦，今仔日真热，尤其是南台湾庆到37度，这个中度风台、黄风、黄风，就是拜六上挖进台湾。到时阵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莲、台东、恒春半岛甲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因为这个风台的路草也有变化，今日来发到海上警报，就要看拜六才会知。 天气愈来愈热，外头真正穿袂调。有人运动时规气烫北体，已经热天啊！中度风台黄风嘛对咧报道，伊这风台路线16周末时上挖台湾的时阵，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恒春半岛、花莲、台东南部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要过上挖台湾的时，为了有检足，敢会发布海上的警报，拜六是关键。 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那其他地区来讲的话，在这段时间呢，都是以多云到晴，然后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主要还是山区。 风台要来，天气拢无降温，台南、高雄、屏东拢到黄色警示灯，南部恐惊有37度以上的高温。这个风台过去了，更加有梅雨、黄霜雨会来。 我们在下个礼拜之后预估呢，台湾会比较转成一个多雨甚至不排除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受到梅雨方面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后礼拜天气西半部有可能会落大雨，东北部嘛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后礼拜全台湾可能拢会落雨，提醒大家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